我係 Amber，我係一個空手道愛好者。我師傅對我好好，佢係我嘅榜樣。除咗係我喺空手道嘅啟蒙老師，佢更加陪住我一步一步成長。佢支持住我成為香港代表隊運動員，直至到佢要移民離開香港，我亦同時失去咗繼續當運動員嘅方向。我有時都會好想念佢，因為佢對我好好。我經常都會記起佢對我嘅教導，點樣扶持我成為一個運動員。佢教我嘅唔止係空手道，仲有做人嘅道理。我想成為一個出色嘅空手道教練，教導學生空手道嘅知識，正如師傅對我嘅教導一樣。我想將師傅對我嘅教導一代接一代咁傳承落去。而家我係一個空手道教練，我好想成為一個幫助學生人生新方向嘅教練，以生命影響生命，協助佢哋建立目標，教導佢哋堅毅勇敢，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。就好似當年師傅對我咁，我都想用同樣嘅方式去點亮佢哋嘅人生路。